我想問，剛才你哋唱嗰首歌係叫咩歌名啊？親愛的爸爸，有冇感動啊？我係講聽嗰啲有冇感動啊？但係呢，我睇到嗰啲合唱嗰啲呢，有啲都眼濕濕喎。所以今日呢個父親節呢，係值得我哋所紀念、所感恩嘅。我入嚟嘅時候呢，我睇到多媒體嗰啲嘅弟兄姊妹呢，佢用華語嚟同我溝通過。其實我是可以講華語的，我的華語好過家家飛啊！大家知道誰是家家飛嗎？因為張家輝佢介紹自己嘅名嘅時候，佢講：我的名字叫做家家飛。咁既然大家都識聽廣東話，我就用廣東話分享好唔好？冇講咁多，唱翻一首經典嘅羅文歌曲送俾大家。前面嗰兩個都識唱咗噶，都識講咗噶啦。可以未啊？再從頭嚟過啦。係啦，我就要咁嘅感覺。人生總有歡喜，難免亦常有淚。我哋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總算是歡笑多於唏噓。人生不免崎嶇，難以絕無掛慮，既是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同濟拋棄區分求共對，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隨，無畏更無懼。同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嶇。我哋大家用根身努力寫下那奔流香港名句。親愛嘅朋友，教會嘅弟兄姊妹，好開心今日上晝能夠嚟到呢個怡保溯源堂神召會與大家見面。願主耶穌基督嘅愛向今日臨到每一個人嘅生命當中。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隨，無畏更無懼。同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嶇。我哋大家用根身努力寫下那奔流
香港明個月。多謝。我想問啊，有邊一位我哋第一次見面嘅？你揮揮手好唔好啊？第一次啊，哇，好多喎！第一次見面喎，好高興認識你。其他嗰啲呢都見過好多次係嘛？你都識講咗㗎啦。好，獅子山下裏邊一句歌詞講到：人生中有歡喜，難免亦常有淚。前半生我嘅生命係悲劇，直至到我喺一個好特殊嘅環境嘅裏邊，我聽咗福音，我信咗耶穌，從此我嘅生命咧由悲轉變成為喜。正所謂10個古惑仔，9個衰到底。即係我唔係個前邊個第9個，我係第10個，因為我信咗耶穌，成為咗耶穌仔。好多年前嘅時候，星洲日報有一個記者，佢神通廣大，攞到我嘅手機號碼，佢聯絡我，佢講：何生，聽聞你嘅生命故事好精彩喎，咁你可唔可以接受我哋報館嘅採訪啊？我講可以嘅，因為藉着我嘅生命見證呢，俾時下嗰啲年輕人呢一啲嘅提醒。我同佢講，我14歲加入咗黑社會，然之後16歲呢，就喺黑社會個裏邊呢，有咗影響力。好簡單嘅啫，因為人哋唔敢做嘅，我敢去做。個支咪好似有些少嘅啊 ，OK， 呢度嘅啱啊。人哋敢做嘅呢，我更加要敢做。結果呢，就俾嗰啲叔父呢睇起咗我，從此呢，喺黑社會個裏邊呢，就有咗影響力。17歲嘅時候好年輕啊，接觸咗嗰個毒品，因為在嗰個嘅好勝心同埋好奇心之下呢，我就開始嘗試咗嗰個嘅大麻。但係食下大麻呢，就覺得真係爭緊啲，所以呢，我就開始就拍丸仔。嗰個時候呢，70年代中期呢，係叫做羅茲都，咁食下呢，都唔介意啦，食埋白粉啦。毒癮深咗嘅時候呢，就打白粉針。我開始就打手筋，打完手筋打腳筋，打完腳筋就打頸筋，結果打到2隻手都抽筋，血管硬化咗。後期呢，我個膽洞更加大，我一日個裏邊呢，哇！大麻、茄粉、毒冰、白粉、搖頭丸、咳藥水、嗎啡，一日呢7、8種毒品呢都嘗試，搞到我都唔知道邊一樣嘢興奮咗。嗱，我原本有好好嘅前途嘅喎，因為喺70年代尾期嘅時候呢，我加入咗歌唱比賽，然之後呢攞到獎，之後呢我就有機會加入吉隆坡著名嘅天龍歌劇院嗰度做旗下個歌手。後期呢響金馬夜總會好多歌廳走廊嗰度呢都登台表演演出。我記得響80年代嘅時候，都有嚟到怡保嘅八仙樓醉翁亭嗰度駐唱。我想問下，有邊個知道八仙樓醉翁亭啊？有冇啊？阿南哥知道啊？嗰陣時怡保咧有好多呢啲嘅夜場唱歌㗎，例如金寶路咧就有嗰個嘅夜鶯、杏花村、Black Jack 呢啲咧，當時我成日都去㗎。咁喺娛樂圈嘅裏邊，我就認識咗好多著名嘅藝人，其中一位咧，大家都認識㗎啦。周潤發咧高大威猛就唔使講啦，佢做人咧就好風趣嘅，係冇架子，認真係周潤發抵佢發。佢同余安安嘅一段嘅婚姻咧，閃電離婚、閃電結婚，想唔想知道咩原因啊？你8啊？下次話俾你知啦。雨天每一次都同佢嘅太太李亞片一齊嚟嘅。咁早一排人哋同我講：喂，以前同你響天龍歌劇院登台表演
嗰一對夫婦啊，哇！佢為咗佢個女嘅病情咧，響台灣去到教會信咗耶穌，洗咗禮喎。嚇！佢哋都會信耶穌，諗唔到㗎喎。嗰陣時，阿周潤發同我講，佢講如果咧你唔想響馬來西亞揾食咧，你不如嚟香港揾我。我介紹你去無線電視台咧，試下可唔可以成為藝員，我都想。但係我唔敢咧，因為咧我有個鋪印。我一擘大眼咧，我就要揾錢，揾錢咧，我要揾毒品，揾咗毒品咧，我要揾我身上嗰個血根咧嚟注射落去。嗰個下一張圖片，跟住我。嗱，依度咧我就想講，大家知道一位係邊個嘛？啊？莊雪忠嘛，有寫嘛？嗱，莊雪忠我識佢嘅時候咧，佢日頭咧係幫佢阿爸咧捧個 B 賣麵包，夜晚咧就參加歌唱比賽，被稱為叫做冠軍歌王。咁嗰陣時咧，我成日同佢講㗎，你唔好靜靜雞喺度啦，同人哋傾下偈啦。佢就係識得傻笑，嘿嘿嘿。後來經過好多年嘅時候，佢要搞一場嘅演唱會，就係響嗰個皇樂海大酒樓嘅，叫做《鍾愛一生》演唱會。咁我記得咧，當時佢見到我好開心，佢講咗一句話，到我而家我都記得嘅。佢講咩咧？華語㗎，因為佢係住響巴生嘅。佢講母親節上酒樓，母親節咧係已經 book 咗嗰啲酒樓啊，訂咗台嘅。咁父親節咧開關頭，是但啦。以前父親節係整包嗰啲咩堅麵啊，整嚿午餐肉啊，煎粒蛋俾佢就算數噶啦。不過咧今日咧父親節都好重要㗎，就係你哋剛才唱嗰首歌咧都好感動。好，所以我唔敢去香港，因為我有鋪嗰個印。我一擘大眼，我就要做好多犯法嘅事。我記得咧，上晝9點到下晝3點，我竟然可以做案7宗咁多，又偷又搶又呃又騙又收保護費。人哋問海山，你夜晚唱歌嘅喎，你日頭做啲犯法嘅嘢，你唔驚啊？我講驚咩啫？我唱歌我有化妝噶嘛，我化妝到連我爸都唔認得，其實我好驚。我驚萬一嗰啲人咧認得我咧，5、6個人撳住我打到我變咗豬頭炳，變咗豬頭炳，眼又黑青，嘴角又腫咗，唔唱得歌，冇錢我又印白粉。我又驚幾時有一日咧俾警察捉咗我。華人一句話講到係咩啊？上得山多，食得鹹魚。哇！你哋好好文采啊！結果咧，1985年《星洲日報》咧登咗我嘅新聞，佢講職業歌手搶劫被捕，被判入獄，坐監咪食咩啊？阿何生早嚟坐監食咩啊？啊，食飯。咖喱飯啱唔啱？因為坐監係食皇家飯，皇家飯就當然係咖喱飯啦，唔啱？我都係諗住係。誰不知嗰個時候1985年我入到去嘅時候弊啦，冇咖喱飯食，食咩呢？鹹魚飯。哇！有關丹梅香鹹魚蒸豬肉，慢慢等。買啲咁幫嘅呢啲叫做雞仔鹹魚，最平嗰啲鹹魚。我記得11點呢，領呢就食下晝餐。3點零4點就晚餐，咁今日鹹魚，夜晚係鹹魚，聽日鹹魚，夜晚有條魚，嗰條魚叫做硬尾鰭，有陣時已經發臭咗。後日呢鹹魚，晚餐呢雞，嗰嚿雞呢細細隻，斬咗好多嚿。我喺外邊有食過雞肉喎，點解監獄嗰啲雞肉呢咬都唔爛嘅？我媽同我講，梗係啦，嗰啲老雞乸㗎。我一年365日都係鹹魚、鹹魚、鹹魚魚、鹹魚、鹹魚、鹹魚雞，搞到我哋一班囚犯呢識得作嗰啲歌呢，自我安慰。一睇到嗰碟鹹魚飯唔緊要㗎，正所謂。鹹魚攞嚟當叉燒，
綠豆攞嚟當飯食，餐餐鹹魚點樣食？夜晚餐又係鹹魚，唉！我餐餐都對住碟鹹魚飯。我媽嚟探監，攞住嗰份報章咧俾我睇，係咁鬧我。佢講：衰仔，你唔使唱啦！嗰份報章登咗出去，你嘅經理人、你嘅老闆、你嘅歌星朋友，全部知道你拉咗入去做咗監躉。我望住我媽。我出邊冇得唱啫，我響間房唱到嘭嘭聲，唱咩啊？你聽清楚啊！歲月難捱冷暖天，銅牆鐵壁鎖連天。監視行為難度日，獄中誰來？唉，試問有誰聯繫咯？我無自由，我失自由，傷心痛心我暗淚流，我行錯半步，一世要受，至親心傷他禍，我失足今世只為毒癮，如今歲月悠悠問你，點頂凄苦到白頭？你哋真係啊，坐監咁可憐都拍到咁大聲。歌係咁唱，我有日子出監嘅，但係縱然是我有日子出監，半山巴監獄四鳳牆，最高峰期嘅時候呢，嗰間房大概係由呢度到呢度咁長，闊係咁樣，中間仲有一個石床。最高峰期呢，我唔會問你哋啦，因為估唔到噶啦。最高峰期入邊住咗16個人，16個人點瞓啊？好簡單嘅啫，石床上邊呢6個上去，6個點瞓啊？嗰個腳呢響嗰個牆壁，嗰個腰呢就響嗰個石床嗰度，然之後呢3個呢就踎響度瞓，瞓到半夜呢好準時噶，有人拍醒你噶。喂，輪到我啦，下邊10個人。梗係一個頭響嗰度，腳響嗰度，頭響嗰度，腳響嗰度，瞓到半夜，你聞下我隻腳，我又聞下你隻腳，大家都好公平嘅。日頭呢，我哋講下以前嗰啲風花雪月嘅往事，福建話講安坐安坐又安坐。但係一到夜晚心諗，如果我出監，我可唔可以做翻好人？會唔會行翻古惑？唱唔唱得翻歌？親戚朋友可唔可以接受我？哇！諗到心都煩埋，過一日呢，算一日啦。唯一令到我哋好開心嘅呢，就係每逢星期日3點到5點零呢，有一班信耶穌嘅人呢嚟監房呢探我哋，同我哋講耶穌。我記得我開始接觸佢哋嘅時候呢，嚟到我面前問我：朋友，你有冇聽過耶穌啊？有冇啊？係，我一樣好似咁講，有。好奇怪，明明我第一眼我見到你，你竟然講有。我講我以前嘅豬朋狗友成日同我講噶啦，你冇同我講咁多耶穌。佢講唔係呢個耶穌，你知唔知道耶穌好愛你哋啊？我心諗呢，你打電話勤力啲，叫我媽呢嚟探監。因為我見到我媽呢，我就想辦法攞錢。我攞咗錢，咁呢班信耶穌嘅人呢，一味纏住我，就好似你咯，成日俾人哋嗌啊，嚟啦，嚟教會啦，嚟聽下啦，嚟坐下都好啦。即係嗰班信耶穌嘅人呢，一味氹我，叫我去信耶穌。我好驚，我驚佢想喺我身上揾咩嘢着數。其實我乜嘢都冇咗噶啦，坐監，即係連我個名都冇咗，代替嘅係一組嘅號碼。我開始我唔習慣嗰個獄卒，大家知道咩叫獄卒冇啊？掌管監獄嗰啲叫做獄卒，但係我哋將佢統稱叫做街燈。
因為佢24小時輪流看住我哋，好似嗰啲街燈動響嗰度一樣嘅。咁嗰個獄卒咧一叫我個號碼嘅時候，我兩頭望，從此我醒目咗。我一聽到有乜嘢風吹草動咧，做咗實都，做咗啱啱阿德現啫，冇買有一個字啊，中咗唔關我事噶，Pastor 啊，真係曾經試過開過噶啊。即係連我嘅名都冇埋，揾唔到我乜嘢着數噶。咁我聽聞人哋同我講，信耶穌嘅人咧冇乜嘢最多，兩樣嘢最多。第一，嘅阿爸嘅阿媽錢最多，所以佢哋食飽唔使做，得閒無事走去監房同我哋講耶穌，為要俾良心好好過。我靜靜雞問佢哋：你哋係咪好多錢唔使做啊？唔係，我哋做一份嘅職員，然之後一齊咧去監房同你哋講下耶穌，唔係錢最多啊！咁人哋同我講咩啊？人哋同我講：你去聽就好咯，千祈唔好信啊！點解咧？因為佢哋好多走火入魔嘅。我睇咗佢哋3年幾4年，佢仲正常過我。點解咧？因為我響黑社會嘅時候咧，就聲大夾惡。所謂聲大夾惡咧，就係做咩啊？想死啊！做歌星仔嘅時候咧，一朝得志，語無倫次。咁兩樣嘢都唔係，莫非佢講嗰個耶穌係真嘅？嗱，我冇試過啊！我細個，我婆婆連拉帶拖到我去嗰個金寶嗰間觀音古廟嗰度聽蔡燕香、邵振環唱粵曲，然之後咧食齋，食完齋咧就拱咗我上契表俾觀音娘娘。我就問婆婆點解要咁做啊？婆婆講：哎呀，細路哥冇問咁多啦，觀音娘娘會保佑你快高長大、聰明伶俐嘅。哦，後來我加入黑社會，黑社會係拜咩話？黑社會拜咩話？哇！今日呢度好多黑社會喎。開始我自己拜，後來我要主持入會儀式，帶住嗰啲僆仔一齊拜。咁我記得響怡保我唱歌嘅時候咧，走去嗰啲大門就睇嗰啲叫做紅手掌、白手掌、黑手掌，我唔知咩手掌啦。我記得曾經睇過啦。個算命先生一摸我嘅手掌，睇你嘅掌紋都唔錯。如果你可以請翻個華光祖師咧，更加好。點解咧？因為3隻眼嗰華光咧係保佑嗰啲戲子嘅。你唱歌啱。咁人哋同我講嗰個馬拉金邦個拿督靈強我愛，嗰個印度廟嗰個我都愛。咁泰國嗰個四面佛，佢睇到東南西北，代表酒色財氣，我都要。總言之，我唔理佢係華人、印度人、馬拉人、泰國人，好嘅嚟，唔好嘅過隔離。但我吸毒到好痛苦。我出賣咗我嘅自尊，我嘅人格，我根本上都唔當我自己曾經係黑社會嘅大佬，或者係歌星，曾經同周潤發一齊嘅。我為咗白粉呢，我真係出賣咗自己嘅人格自尊。嗰陣時係20零歲，心諗做人做到我咁樣死咗佢算啦，買咗嗰個嘅老鼠藥，索咗入個針通嗰度，要自己呢結束嗰個生命，但又識諗我20幾歲死咗，好可惜我。跟住嗰啲食白粉嘅白粉仔同我講：如果你唔小心，你走去抽居率嗰度買到嗰啲老鼠藥打咗落去，睇下先啦。你個屍係同黑過吉靈鬼啊！結果我唔死得，所以今日咧同大家講下我嘅生命故事。唔死都冇用啊，戒唔到啊！既然咁多方法我都試過，試一試耶穌唔緊要噶，唔得咧再揾下其他嘅嘢咯。當時喺監獄咧唱一首香港嘅基督教詩歌，又幾好聽喎。咁佢唱咩咧？耶穌願寬恕萬重罪，耶穌為你捨身軀，將一生交基督手裏，尋像了真盼望莫疑慮。唱到最尾嗰一段，
彷彿同我講：你仲考慮乜嘢？你出邊乜嘢都冇咗㗎。但我好正，我識得走去問牧師，即係前邊有幾個牧師，逐一問：Pastor，耶穌係咪可以赦免我嘅罪啊？我心諗佢一定會咁講㗎啦。後來牧師又同我講：耶穌唔單止可以赦免我哋嘅罪，並且咧，凡相信佢嘅人能夠俾到我哋一個新生嘅生命。我更加肯定，又過咗個禮拜，同樣唱呢一首歌，因為呢首歌咧真係非常之好聽。我一路唱嘅時候，弊啦，呢擺慘啦！點解我會流眼淚呢？呢個唔係我啊！我從小響一個傳統嘅華人家庭長大，家庭嘅教導，大丈夫流血，黑社會嘅訓練俾我懂得英雄有淚不輕彈嘛。一次嘅打鬥，斬到個手指都唔見咗，揾都揾唔翻，冇流過一滴嘅眼淚。嗰啲僆仔仲講：大佬勁啊！但係我響監獄嗰度呢，我諗到自己過去嗰個嘅身世，自己過去嗰啲嘅往事呢，我響嗰度。你知監房流眼淚會發生咩事啊？唔會俾人哋打，因為我咁耐嘅人，我唔打人都好啦。但係人哋會講㗎，你知唔知啊？尋日嗰個7176啊，拜耶穌啊，喊到成隻狗咁樣啊！哇！我講嘢仲有人聽嘅，仲有人俾面嘅，但我流咗眼淚，我好舒服。當我喺嗰度嗱，有一個聲音透過我嘅思想同我講，佢講咩啊？你多年嘅苦楚，我明白。你即本相信我，我會帶領到你進入一條你意想不到嘅道路。冇幾耐呢，牧師呢就問邊個要相信耶穌，用你嘅右手揞住你嘅心口。我睇咗呢班信耶穌嘅人呢，3年幾接近4年，我心諗呢，你講嗰啲聖經嘅人物啊，約翰啊、彼得、雅各，我就唔識。阿明、阿醒、阿平我就識。咁我響度呢，我睇咗呢班嘢呢咁多年呢，我發覺到一樣嘢，即係整蠱佢哋嘅時候呢，佢哋冇嬲㗎喎。下個禮拜見到我哋又係笑口蛇蛇㗎喎，佢哋又冇講粗口㗎喎。咁我記得呢，我哋以前黑社會呢係唔可以有笑容，一笑容就穿煲，因為唔夠惡。我哋黑社會咧10句有7、8句咧係講粗口嘅，因為正襯得起嗰個身份嘛。咁我心諗兩樣嘢就好啦。第一，起碼咧我可以學到有笑容。另一樣嘢，唔講粗口都係好事啊！感謝主，講咗咁耐都冇爆一句粗口出嚟。所以咧，我就喺1989年咧，跟住嗰個牧師做咗接受主嘅禱告。咁我睇下先，睇定啲先。哇！嗰日出嚟咧，都差唔多有8、9個，全部剪晒光頭，曬到黑黑成身紋身㗎。出到嚟，牧師講：嗱，而家你信耶穌㗎咯喎。哦。咁我講一句，你講一句，好唔好啊？好嘅。親愛嘅主耶穌，現在我願意打開我嘅心嚟接受你，口裏承認，心裏相信，然之後好清楚嘅記得佢帶領我哋講，奉耶穌基督名字禱告祈求 Amen。 我講完 Amen 嘅時候呢，我問牧師：牧師，使唔使俾翻個紅包你啊？佢話唔使，唔係啊，我哋以前咧求神拜佛，利利是是3溝6紅包嘛。佢講唔使，仲有一樣嘢送俾你嘅。哦，原來係一本細本嘅聖經，藍色書皮嘅，叫做基甸聖經。我哋睇聖經咧，演到邊度睇到邊度㗎，因為唔識，所以咧一演，有一段經文佢講到喎。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點解我睇聖經講嘅係冇錯啊？我以前嗰啲朋友同我講咩啊？神愛世人，神愛世人，
即係嗰啲紅毛人、鬼佬好多信耶穌，你華人、中國人慢慢等咯。我睇到唔係西人喎，係世人喎。乜嘢叫做世人呢？我簡單解釋一下，即係今日你坐響呢度嘅，男嘅、女嘅、年長嘅、年幼嘅，有重擔、壓力、面對問題嘅，耶穌講呢啲係叫做世人咯。哇！我終於揾到啦！我後來呢，我就自己寫咗歌、作咗詞，收錄喺我嘅專輯個裏邊，嚟回應上帝對我嗰個嘅愛，將呢首歌送俾大家。天父，我相信。我相信你赦免嘅大能，我罪得釋放，你賜下奇妙救恩，天父，我感激你愛我至無憾，我罪得釋放，你賜我重獲信心，神你的愛滔滔偉大，我願一生都感記你，神你捨身甘願獻上，我願永遠都愛你。榮耀歸主耶穌基督，多謝。聽住一段先啦。如果唱晒呢，我睇12.3都唔能夠散。餓親你哋又冇咩好啦，係嘛？好，我坐監嘅時候，我妹又寫咗一封信嚟，因為我哋可以書信嘅來往。佢講：阿哥，出邊有一首歌，羅文唱到街知巷聞，咁你可唔可以學咗出嚟呢？唱俾阿妹妹聽啊？我心諗，我係受緊苦喎，我唔喺入邊享福喎。但係我信咗耶穌，我學識咗一樣嘢喎。嗰樣嘢係咩？祈禱。當我祈禱嘅時候呢，有咁啱得咁巧，就派到我去監獄裏邊一間嘅木廠裏邊嚟做工。我嗰陣時心諗呢，哎呀，有咁啱得咁巧啫嘛。今日我知道，原來呢耶穌聽咗我嘅禱告。我去到牧場，起碼有一個收音機仔聽，一聽，哇！呢首歌呢，直頭為我度身而寫嘅。前半生我受盡人哋冷眼嘅嘲笑，今日呢，屹立不倒。羅文嘅幾許風雨送俾大家，多謝。無言輕易唱，便凝望與世急也亂。似個風看滿途，鬱結路麻着厭倦。徐徐呼出煙圈，回望以往的片段。幾許風雨我也經過，屹立到目前。一生之中，誰沒痛苦得失少不免？
看透世態每種風雨，披身打我面。身處高峰上盡與師興風的加冕，偶爾碰上了急風暴發未凌亂，心底之中知分寸，得失他一線。披荊斬棘的挑戰，光輝不眷戀。悠然想起當天無盡冷眼加嘴臉，正似風雨每每改變現實盡體現。無求一生光輝，唯望鬥志不會斷。見慣風雨，見慣改變，盡是作自然。多謝。響監獄呢，日子到咗就要出監，因為嗰個監獄官同我講：你唔好霸住個位唔走，出邊呢好多人排隊要入嚟。咁有人問我：海山，你坐咗咁多年監，會唔會覺得浪費咗你嘅青春，嘥咗你嘅歲月呢？我諗呢，你一定會咁諗噶啦。但係我當時嘅情景係咩？你聽清楚咯。我人又老，我錢又冇，我女朋友又走佬，唔知點算好之下呢，俾到我認識，賜俾我盼望嘅主耶穌基督。再落嚟呢，我又要唱一首歌，呢首歌同樣係我專輯裏邊嘅一首歌，送俾大家，係我當時嘅心聲寫照。冇搞錯啊，唔係印度歌啊！許願算什麼是真愛？玫瑰雖美麗，卻也為世上人。會以為的高山與河流，不懂人心意，更不懂安慰人。直到一天，我聽了愛的故事，神差耶穌救贖了我和你。如今我只歸屬的真意義，永不再沉淪在迷惘中。主耶穌寶血為我流，我深知我主是真愛我。榮耀歸主耶穌基督。我出監之後，我同我自己講，我要做返個好人。做好人唯一嘅方法呢，就要進入基督教所創辦嘅福音戒毒中心。我入到去嘅時候呢，中心嘅負責人呢就同我講：你入嚟要住2年啊，阿寶珠，入嚟要住2年啊。我心諗監獄8年我都住咗啦，2年有咩問題呢？係冇問題㗎。誰不知我入去住2年，我慘講監房住8年，因為響嗰個福音戒毒中心唔打得交，唔講得粗口，唔可以頂頸，兼且佢哋個個呢都講佢曾經係大佬，我邊度做細佬啊？兼且個個又係嗰啲公仔佬，所謂公仔佬呢，即係成身紋身嘅。我以前大大細細紋落嚟呢，都有10隻咁多，終於呢2年住晒啦。我嘅領袖問我：海山，你有冇諗過讀神學啊？你睇下我神神化化。我前半生我嘅圈子係咩啊？黑社會、娛樂圈、監獄、福音戒毒中心，就咁樣要進入一個嘅聖經學院都好驚，走去問下啲 pastor 點樣呢？愛唔愛入去讀啊？愛唔愛啊
Pastor Robert，OK，I can，praise the Lord 啊！阿來福牧師，表啊，佢哋一次同我講：你入去試一試啦。誰不知我入去試一試嘅時候，我發覺到我好中意啊！讀神學期間，07年呢就響教會識咗個姊妹，咁兩個人呢就唱過首歌啦。成個老親從此被困。嗱，我首先聲明啊，佢唔係白粉婆啊，亦都唔係大家姐啊，佢好簡單嘅啫。小學讀完讀中學，中學讀完讀大學，響檳城嗰個 USM 啊，又攞到一個叫做degree 學士學位。因為對住 Pastor 咧，我都要講幾句 English 啊，真係有學位嘅喎。我咧乜嘢都冇嘅喎。有一日咧，吉隆坡好塞車，要戒啦，日日都咁塞車。一撳嗰個電台咧，衰得佢唱我喎，佢唱咩啊？為何還喜歡我？我這種無賴，是話你蠢還是很偉大？在座每位都將我踩，口碑有多壞，但佢永遠不見怪喎。阿何生，你聽我講個故事咧，知道啦，我係無賴嚟噶嘛。我以前我做人係咩咧？你嘅就係我嘅，我嘅就我自己嘅，因為我有借冇還，世界艱難。有一日我問佢：做咩你嫁俾我啊？佢講：因為你生命改變，我願意嫁俾你。榮耀歸主耶穌基督。08年嘅時候咧，考獲呢個神學文憑第四方帽。如果你問我，海山，你有冇諗過第四方帽啊？我講有嘅，火水桶嗰種。我記得咧，以前我媽咧睇嗰啲叫做新潮啊、風采啊、生活報啊，一睇到嗰啲壞人改變成為好人咧，攞到我面前同我講嘅，秦麗文啊，有邊一個知道新潮、風采、生活報？你舉高手。有冇？仲有冇？出賣咗你嘅年紀啦！我同阿媽講，阿媽冇信啊！呢啲呃人㗎。我黑社會咁多個兄弟，我都冇睇過一個人可以改變成為好人。哎呀！而家唔到你唔信咯。原來相信咗耶穌呢，生命係可以改變，係能夠重新再嚟多一次㗎。咁同冇相干。我將我嘅生命見證呢，就砌成咗4場嘅唔同嘅又唱又講嘅，呢個其中一場。有一場呢，就專門響中秋節講嘅，講到團圓嘅情情愛愛。有一場呢，係講黑道羔羊，仲有一場呢，穿越時空演唱會。咁最近呢，就將佢轉型呢，成為咗個 USB， 即係你插落去車啊、電視啊、電腦咧都可以聽到嘅。有陣時咧，你載緊嗰啲朋友咧，你響車嗰度插俾佢聽咧，佢冇得走嘛。佢唔中意聽嗰啲要聽嘛，但聽聽下咧，佢會同你借翻去噶，借下就唔見咗噶啦。呢啲就係傳福音嘅工具咯。師母攞唔多嚟係散咗，響外邊有擺埋，睇一睇支持下。09年我成立咗呢個嘅海山傳播。我記得10幾年前嘅時候，嗰個時候我仍然讀緊神學，第一次嚟到呢個索元堂神召會嘅時候，當時嘅教會呢都唔係咁樣噶。咁啊呈現咗話劇、唱歌。我記得阿災牧師呢，佢同我講一句話，佢講：海山，如果係神呼召你嘅呢，你出嚟呢，做呢個嘅自由傳道，響呢方面服侍。我就因着聽到阿災牧師一句話，我嗰陣時咧，我唔知道前邊係扁㗎，我嘅生活係扁㗎，冇工錢㗎，即係辭咗教會嗰個全職嘅同工啊，出嚟咁做。
但係經過16年呢，神呢一直嚟帶領到我嘅生命。16年嘅裏邊，走咗1100多間嘅教會，響晚宴、學校嘅講座、電台嘅訪問，感謝主，已經超過10幾千人呢相信耶穌，榮耀歸主耶穌基督。我以前唱歌，歌劇院最多係500人，但係喺個布吉扎呢嘅 Calvary Church 做表演嘉賓嘅時候呢，神將我提高到5000多人呢嚟坐喺度聽我唱詩歌，分享見證，榮耀歸主耶穌基督。去到中國福州啊，我哋當中有冇福州人啊？有冇啊？福州人有冇啊？福州人，我記得呢，我喺中國福州呢，我就係識講一句，一見到佢哋，你好麼？佢哋全部講好，跟住去到呢個中國嘅監獄戒毒所嚟同佢哋講耶穌。哇！嗰啲牧師，我哋中國宣教傳福音都唔係咁容易啊！你既然入到去監獄戒毒所同佢哋講耶穌啊！我講人唔得啫，上帝係得嘅，用技巧嘅方式嚟講。大二電視台嗰個嘅訪問，我記得當時呢，佢訪問我哋同埋一個神召會嘅牧師過開新咗噶啦，巴生嗰個 Grace Church 啊，過開新咗噶啦。咁當時呢，嗰個電台嘅主持人佢問我哋，你哋基督教呢唔裝香噶喎，又唔拜祖先噶喎，呢啲好似冇咩啱嘅孝道。我講我哋呢注重係生前呢對父母嗰個嘅關心，對父母嗰個嘅愛。即係我得閒呢，我會一個星期打3、4次電話同我媽傾下嗰啲閒偈。我亦都呢陪我媽食早餐，帶佢去嗰啲Econ-Sale啊、Lotus啊買嘢，係幫佢攞住咯，攞住2、3袋咯。跟住阿媽呢見到嗰啲人呢就講幾句，依度講幾句。我以前唔係噶，咁長氣做咩？走啦！而家唔係啊，阿媽講呢我就喺嗰度攞住，係信咗耶穌唔同嘅。我阿爸呢係黑社會，響吉隆坡、新加坡係好有名堂嘅，怡保都好多人識佢嘅。佢黑社會唔識教仔，講你唔聽就打咯，打唔聽就扮咯，打到我嘅耳仔呢1個禮拜流血水，聽唔到嘢。但係因着我嘅見證呢，佢信咗耶穌，洗咗禮，響吉隆坡大一神召會 Stephen On 嗰度洗禮嘅。咁佢響6年前呢已經返咗天家。起碼我爸阿媽呢，因着我生命見證呢而信開主耶穌基督。呢個我哋呢做基督徒對父母嗰個嘅孝道好重要，因為聖經呢好清楚嘅記載到，當孝敬父母，使你在世得福長壽。即係你做咗呢樣嘢，孝順父母，你正能夠得到嗰個福氣，你正能夠長壽，有平安，有喜樂。再落去，新加坡嘉龍劇院4場以訪問嘅方式訪問我嘅生命嘅見證。再落去，馬來西亞頒發一個最佳男歌手獎項俾我，真嘅好似係呢一句話，多謝，扮嘢啫嘛。跟住順德做咗響家庭教會、三字教會做咗4場嘅服侍。嗰啲遠嘅我唔可以擠咗啦，擠翻今年嘅2月9號新年嘅佈道會。呢個2月上一張，呢個日出 last 嘅嗰個嘅神召會，再上下一張，呢個喺嗰個萬津嘅第一次喺酒樓呢做呢個嘅福音佈道會，感謝主 FGB 㗎，好多人信耶穌。怡保嘅呢個嘅全備福音教會12號喺香港嗰度嚟做呢個嘅晚宴嘅分享，都感謝主，都係有好多人信耶穌。順德2場嘅嚟分享，
最近㗎啦，萬流神召會都係響嗰啲酒樓嗰度嚟做。沙登新村嘅基督教會，再落去6月8號嘅動友啊，動友再落去，即係13號、14號動命擠落去，因為我電腦冇攞響度。我記得咧，我聽人哋講過，你亦都聽過，人生如戲，戲如人生。有陣時人生咧，真係好似一場戲咁樣，無啦啦加入咗黑社會，跟住又吸毒，吸毒又坐監。如果你係老闆咧，你知道你個夥計其中一樣嘢坐過監嘅喎，唔好搞我啦，食白粉嘅喎，用不如你穿我櫃桶底啊！黑社會喎，你講我一句係大聲過我，冇啦冇啦，你真係過住啦，走去隔離啦。所以人哋睇我嘅生命係冇可能，誰不知呢？我信咗耶穌，主耶穌呢俾我一個重新嘅生命。最後一首歌送俾大家，我好喜歡嘅香港基督教嘅粵語詩歌《全因為你》，多謝。有請敬拜團隊。常言道，人生像演戲，回看這生精彩，因有你。人在世，永恆何在？或如流星閃耀掠過，是你令我人生找到靠倚。死蔭幽谷中，你伴我過渡，歡欣裏風光裏，你共我同在。當身處孤單傷痛，來擁我入懷。你是我神，是我奇妙救恩，全因為你，令我一生多佳美。你令我生命從空虛化做傳奇。無論我壯如紅日，或如黃昏般閃閃流，是你令我如鷹般高飛。全因為你，令我一世多佳美。你令我生命從空虛化做傳奇，唯獨你是我拯救，我總不至死，直到永遠，從心底讚美。你哋愛唔愛伴舞呢？常言道，人生像演戲，回看這生精彩，因有你。人在世，永恆何在？或如流星閃耀掠過，是你令我人生找到靠倚。全因為你，令我一世多佳美。你令我生命從空虛化做傳奇。無論我壯如紅日，或如黃昏般漸漸老，是你令我如鷹般高飛。全因為你，令我一生多佳美。你令我生命從空虛化做傳奇，唯獨你是我拯救，我總不至死，直到永遠，從心底讚美。願將一切頌讚榮耀歸於改變人生命嘅主耶穌基督。我哋華人呢，好中意
嗰個福字，因為咧人哋同你講你好有福氣，我好有福氣。我以前咧諗住咧過年咧喺屋企貼下嗰啲福字咧就會得着福氣，原來唔係。我真正得到嗰個福氣咧係1989年響監獄打開我嘅心，口裏承認，心裏相信，接受咗耶穌基督，從此嗰個福氣咧就伴隨着我。或者你喺度諗，我知信耶穌咧，不外係嗰啲食白粉嘅，嗰啲賭錢嘅，嗰啲飲酒嘅，嗰啲甩頭甩骨嘅，即係好多問題嘅，正需要嚟教會信耶穌。我好人好者一個，我唔需要耶穌，唔係喎。你睇下好多我哋熟悉嗰啲藝人咧，佢哋都係信耶穌嘅。王祖藍、鄭秀文咁高調，係人都知啦。攆醒似係信耶穌嘅喎。蔡少芬嘅老公張晉咧都係信耶穌嘅喎。黃婉詩佢係無線嘅藝員，我哋係睇電視劇長大嘅，佢都係信耶穌。林青霞50幾歲嘅時候嘅女帶嘅一場佈道會，響低調嘅信咗耶穌。毛舜筠、鐘嘉欣特別蔣志剛佢攞獎嘅時候咧，佢講一句話：願將呢個獎項歸於賜俾我智慧嘅上帝。鄭少秋、沈殿霞個女都係信耶穌嘅，懂有嗎？周杰倫、張信哲、蔡琴、謝安琪、鄧紫棋呢啲都係信耶穌嘅藝人，陳敏之都係啦。佢哋有錢又有面，需唔需要信耶穌？信耶穌應該係何海山，因為佢衰到貼地，但係佢哋好正，因為咧佢信咗耶穌咧，佢知道聖經會教導我哋處事為人。我哋以前做人係咩咧？忠忠直直，終須乞食。你做我初一，我就做你15；你對我不仁咧，我肯定對你不義。但係咧，我信咗耶穌咧，聖經咧好正確嘅嚟教導我哋如何。牧師亦都會提醒佢哋：喂，冇做啦呢件事，冇再講啦。哇，原來信耶穌咁好㗎喎，我就將佢改咗一首歌，好簡單嘅啫。信耶穌好，耶穌使你無苦惱，係咪好容易唱啊？唔好唱到咁高啊！跟住大家一齊唱啊 ！Can 啊 ？Can？ 廣東話唔掂喎。Cantonese。Never mind，係升。嗱，大家一齊唱啊！1、2、3，信耶穌好，耶穌使你無苦惱。再嚟一次，信耶穌好，耶穌使你無苦惱。海山牧師，你又呃人啊？做人有咩理由冇苦惱啊？真係突然之間，你揾唔到泊車位，你去買嘢嘅時候呢，又俾多咗錢，呢啲係苦惱咯。但係呢，我哋信咗耶穌嘅人呢，有嗰啲苦惱，我哋可以祈禱神為我哋搞掂。人生係會有苦惱，但係你信咗耶穌呢，你有方法解決你嘅苦惱。既然耶穌咁好，大家都錯咗咁耐啦，我哋一齊起身嚟唱一首詩歌。誒，你咪行出嚟咩？病喺嗰度做咩啊？你都係喎，咁有型，企住呢度，出嚟啲。無視的黑夜裏，我用星星畫出你，你的眉眼用真心讓我真實地見到你，在我的歌聲裏，我用音符讚美你，你的美好使我今生崇仰你。這一生最好嘅祝福。這一生最美麗祝福，就係認識主耶穌基督，就是能認識主耶穌。這一生最好嘅祝福，這一生最美麗祝福，就係信靠主耶穌基督，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會伴我同行。我知道這是最美的祝福。我們再唱一遍。在無數的黑夜裡，我用星星畫出你，你的美點如晨星，讓我真實地見到你。在我的歌聲裡，我用音符讚美你，你的美好使我今生頌揚你。這一生最美的祝福。係嘅，係嘅，相信耶穌基督都係我哋一生人最好嘅祝福。你同你嘅家人都會得着嗰個蒙福。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穌。走在高山深谷，他會伴我同行。我知道這是最美的祝福，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認識主耶穌。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穌。走在高山深谷，他會伴我同行。我知道這是最美的祝福，我知道這是最美的祝福。我哋俾主耶穌基督一個榮耀嘅掌聲，俾自己一個鼓勵嘅掌聲。當音樂響度彈奏緊嘅時候，大家冇咁快坐低。你可唔可以眯埋你嘅眼，冇前望後睇，左望右睇？因為一刻呢，我哋要打開我哋嘅心呢，嚟接受耶穌基督，得着呢一份嘅祝福。我唔知道今日響教會有幾多個係新嚟嘅朋友，或者你離開幾次10次，但係你未真正嘅敞開你嘅心嚟接受耶穌基督，成為國人救主。當我一路唱一路講嘅時候呢，神已經響你嘅心呢做過啲工作，你會響度思諗思考，咁嘅人主耶穌基督都可以改變。點解我嘅先生、我嘅太太、我嘅兒女、我嘅父母、我嘅兄弟姊妹唔能夠改變呢？點解我嘅家庭咁多嘅問題呢？有冇方法可以改變呢？有嘅，但係必須呢，你要先接受耶穌基督，成為國人救主。當你成為咗基督徒嘅時候呢，你有嗰個生命力嘅改變，你可以為着你心愛嘅人呢嚟祈禱，你祈禱神會做嘢，俾到嘅改變。如此呢，響你嘅家庭嘅裏邊呢，就會得着呢個上好嘅福分咯。我哋嘅時間唔係多，因為將會結束。但喺結束之前呢，我以主耶穌基督嘅愛呢嚟睇到你，嚟呼籲你，你可唔可以將你嘅右手放喺你嘅心口，跟我做呢個接受主嘅禱告？因為主耶穌基督要睇到你嘅手。感謝主，感謝主。新嚟嘅朋友係啦，感謝主，感謝主。你第一次嚟唔緊要噶，第二次嚟唔緊要噶，重要係你響而家你做緊嗰個正確啱嘅嘢，咁定重要啦。好，我哋一齊嚟。親愛嘅主耶穌，親愛嘅主耶穌，今日我好開心，我好開心，因為我聽咗你嘅福音，所以我願意口裏承認
口裏承認，心裏相信，心裏相信，你接受耶穌基督你接受耶穌成為個人救主，成為我個人求主耶穌基督求主耶穌你嘅寶血你嘅寶血赦免我嘅罪，赦免我嘅洗清我嘅不義。洗清我嘅由現在開始，由現在開始我係一個新造的人，我係一個新造因為舊嘅事情因為舊的事情都要過去，需要過，從此從此喺我嘅生命嘅裏邊喺我嘅生命嘅裏面有平安，有平安有喜樂，有喜樂係有盼望㗎。係有盼望嘅。你祝福我嘅家人，你祝福我嘅家人，保佑我一家大細保佑我一家平平安安，平平安安，凡事亨通。凡事聽我嘅禱告，聽我係奉主耶穌基督係奉主耶穌基督名字名字禱告禱告祈求，Amen。阿門。榮耀歸主耶穌基督。我哋再唱副歌，我有請來福牧師嚟為着剛才呢有跟我做呢個禱告嘅，你得着呢個嘅祝福。好啦，時間唔係好多，你剛才有跟我做呢個禱告嘅，你行出嚟好唔好？就好似你睇到嘅照片，咁多人行嚟，因為佢要得着牧師嗰個祝福，嚟到我哋當中，係嚟俾佢一個鼓勵嘅掌聲，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嗰啲行動唔方便嘅，攞住張凳，後邊嘅嚟，感謝主，嚟，耶穌愛你，感謝主，係，繼續，你有跟我做呢個禱告嘅，你行出嚟，耶穌愛你，耶穌愛你，係招待員弟兄姊妹鼓勵嘅嚟到我哋當中，係啦，呢個嚟，感謝主，係陪着佢，攞支咪俾來福牧師。係，仲有嘅，係俾一個鼓勵嘅掌聲，係感謝主，繼續嚟到我哋當中，係邀請佢嚟到我哋當中，感謝主，仲有，冇怕醜啊！而家你嘅心響個噼啪，愛唔愛？嚟，主耶穌基督愛你。主耶穌基督要祝福你嚟到我哋當中，坐，老人家坐，係邀請佢嚟到我哋當中，來，小朋友，我看到你，來，我們當中，主耶穌基督愛你，來，耶穌愛你，來，就是你，來，不要兩頭看，係，繼續，前面一點，我哋嘅聚會將要結束啦，行動唔方便嘅，幫手攞張凳俾佢哋坐。阿何生，早嚟，耶穌愛你，俾個鼓勵嘅掌聲，嚟，早嚟，係，繼續，呢度好空喎，呢度仲有位喎，可唔可以填滿佢？呢度朋友，嚟，耶穌愛你，感謝主，係呢度，係感謝主，係前面啲，耶穌等咗你好多年，佢等就係今日呢個嘅日子，俾到你可以相信佢，接受佢，得着呢個福氣，感謝主。好，我哋要嚟到做一個嘅祝福嘅祈禱，因為聖經講，若有人在基督裏，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一切都變成新的了。耶穌又話，如果係凡係嚟到認識耶和華的人，這人是有福的，是有智慧的，將你哋嘅心所想所求嘅嚟到交託耶和華，並且仰望他，讓上帝嚟到成就一切。好，我哋一齊嚟到做個祈禱。親愛嘅主，我為咗一班當中嘅有新認識你嘅朋友，願意接受你嘅，亦都有一啲弟兄姊妹已經接受咗嘅。主啊，我哋為咗奉你嘅名，為佢哋嚟到祝福祈禱。主啊，佢哋心中所思所想，佢哋個擔子所放嘅重擔，願主你親自嘅攞走，因為你話嚟到你嘅面前嘅主，你必定紀念凡勞苦擔重擔的人。主嚟到你在你裏邊嘅就必得安息。主奉你嘅名，在你心中嘅未講出嚟嘅所思所想嘅，願你自己嘅旨意嚟到成就，賜福佢哋。
在佢哋嘅前邊嘅每一日嘅裏邊，都能夠經歷到呢一位又真又活嘅耶穌。讓佢哋都在每一天嘅裏邊，願意嘅嚟到在你嘅話語嘅裏邊嚟到更多嘅學習，翻到教會嚟到一齊嘅嚟到敬拜耶穌，翻到教會更多嘅嚟到認耶穌。主啊，我多謝你，祝福呢一班人，在佢哋嘅身體嘅裏邊，祝福佢哋有健康，佢哋手所作嘅一切盡都順，佢哋嘅去到哪裏都有主自己嘅看顧與保守。感謝讚美你，祈禱交託。奉耶穌基督得勝嘅名來求 Amen。仲有一樣嘢，今日係父親節，係嘛？今日係父親節係嘛？咁啊係啊，冇，我諗住我搞錯咗，所以我哋都要特別為啲所有做爸爸嘅嚟到祝福祈禱，好唔好啊？好，我哋請阿海山牧師特別嘅為在座嘅所有父親嚟到做一個祝福嘅祈禱。OK。那所謂的父親節，不是那個父親啊，就是你有什麼的費用還沒有付清，那個的父親節啊，真真正正嘅父親節。因為父親呢，就係一個家庭裏邊嗰個棟梁，好多時候呢，做阿爸呢，佢會蹲起嗰個樣，但係呢，佢嘅愛呢，係好艱難表達㗎。以前老一輩嗰啲做阿爸呢，佢係只係愛你在心口難開。但係今日呢，我哋感謝主，有啲嘅弟兄佢已經信咗主，成為咗基督教裏邊嘅嗰個嘅父親。我哋一齊祈禱。主耶穌基督，我為着今日響教會所有以為人父嘅爸爸交在你嘅手上，因為佢哋選擇咗一個正確嘅嗰個嘅決定，就係接受耶穌基督成為國人救主。主耶穌基督，你繼續使用呢個爸爸嘅身份，響家庭嘅裏邊成為一個嘅榜樣。不單止佢講佢教，更加佢嘅生命咧都能夠活出耶穌基督嗰個嘅形象。你繼續祝福我哋在座每一位爸爸身體上嘅健康，凡事都亨通。一切嘅事情喺家庭嘅裏邊都同屋企人呢有一個美好嘅意外嚟建造呢個嘅基督化嘅家庭。求主耶穌基督你祝福着佢哋，聽我哋嘅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名字禱告祈求，大家一齊講 Amen。好，弟兄姊妹，我哋可以平安散會嘅。咁我哋散會出到去呢，唔好忘記啊，海山牧師呢有預備咗一啲嘅嗰啲嘅詩歌集啊，同埋嗰啲見證嘅，我哋可以睇下，可以去購買嘅。多謝大家，願神賜福大家。